源自于3月26号。那当这个学童的家长那么知悉之后，那么到警察机关去这个报案，那么同一时间大概也掌握到，所以我们局端就开始就责请那么学校那么进行实质的调查。那这个部分完全依照性平法，因为我们台南市对性平法一直是非常落实在执行。那但是呢，针对这样一个事件，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，以及一个教育主管的一个立场，我想对于受害的每一个学童，还有他的家长，我想我们要深深表示歉意。我们学校理当提供一个学童免离那么危险，那么能够身心受保护的场域。可是因为学校或者是老师，那么没有善尽呢保护的责任，而使得孩子受到伤害。那我想这个教育行政单位责无旁贷，应该要致上最大的一个歉意。那这样的事件之后，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件，所以我们台南市教育行政单位跟校长，我们接下来会启动那么许许多多针对学童的性平的保护，其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教育人员有更高的敏感度，能够破除掉华人的乡愿，有知悉就应该通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么应该要教孩子自我保护，因为事实上学童在性平的落实里面呢，他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如果受到不舒服的一种侵害，应该教孩子自我保护。当有这样的事实发生，就要勇于向家长，甚至向现任的师长，那么来做告诉。那我们的成人就会依性平法来启动所谓通报的这样的义务。我想只有这样，我们知悉了，接下来才能够对学童做好保护的工作。那这个事件其实大家关心这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都没有处理？其实我们行政单位应该就是一个最大的困扰，就是没有资讯来源。那至于学校端的部分呢，我想学校的校长应该都当过一下，就这个事件从知悉一直到处理他们的立场。基本上我一贯的原则就是不要逃避，我们勇于面对，也只有我们去面对了，知道哪一些人是行为人，行政的部分该依性平法去做调查，该免职、该解聘，我们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。所以5月28，我们一旦性平调查完成了之后，第一时间隔天就立即解聘，毫不犹豫。当事人他有权利去申诉，但是这是一个事实。接下来有关法律的部分，我也相信法律的责任呢，那么会由司法单位进行追诉，应该他也逃不掉。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，我想会尊重检调他们一个调查。事实上，应该对于不成年的一个学童，那么都应该受到法律跟行政单位甚至学校的保护。这个是我们台南既定的立场，也是市长所一向强调的，甚至内同零容忍，就是基于保护孩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只是性平，接下来对于学童受到的所谓的心理的困扰，甚至呢霸凌，我们一样会有一系列的一个作为。希望台南市的校园真正是落实友善校园。有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调查，第二个部分是辅导，第3个部分是测进的阶段。那有关于调查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学校是在3月26日接获报案，所以我们立即通报校安通报，然后呢启动性平的调查。那在这个调查当中呢，我们在进行彻查，也就是针对校内的学生，该班导师教过的学生，我们一一的进行主动的进行访谈，然后了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受害者。那发现了之后，我们也一样进行性平调查。那再来呢，在彻查的部分呢，就是有关于校友的部分。那我们校友的部分也建立一个申诉的管道，那让校友可以回来，只要他们是受害人，我们就马上启动调查。那这当中，我们也与人本基金会合作，因为有一些案件是由人本基金会受理，然后进来我们学校进行性平的调查。所以在这几个月当中，我们确实受理了校内外有关于我们这位
这位老师他曾经教过的学生，然后有一些受害的同学，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彻查的动作。那当然，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于学校来讲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煎熬。然后我们全校的师生还有同仁都觉得非常的痛心，因为在大家的眼中是很相信这个老师，包含家长，因为这个老师在学校他是很热心的服务的老师，并且他有资讯相关的专长，所以也在学校也经常会获奖，就是有关于资讯类的。那再来呢，他在教学上也有独特的一些方法，所以也经常到外部去演讲，因此在同仁或者是老师的眼中，其实他教学的方面是好的。然后另外他平常在教会看起来也对于孩子也很好，所以家长也很信任他。所以我们在察觉的部分确实依照目前的方式，我们有需要测进的地方。所以在测进的部分，我们会针对就是每一个案件，因为每个案件我们所有的总报告会在7月底的时候会有下一波的出来。那今天因为人本基金会已经提出了这个诉求，那我相信他们这个诉求是希望，如果有受害者的同学了解了这个讯息，也可以再回来请求母校的协助。那我们在这里一定会给我们所有受害的同学一个协助。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给同学一个公道哈。在这里，我身为他们母校的校长这边，对于我们所有受害的同学致上最深的歉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确实没有保护好这些孩子。那我们有需要就是在测进的部分。那在测进的部分，我们会针对每一个报告，因为它的这个发生的情形可能是不太一样。那我会针对每一个发生的情形，然后相关学校要检讨，然后要改善的地方，往后也都会进行改善。那相关的人员我们也会进行究责。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所有的做法。那有关于就是学生辅导的部分，因为所有受害的同学他们需要受到我们社政的救助。那我们在第一时间，我们社会局所有的社工还有心理师也都有进驻到学校来，针对就是所有受害的同学进行相关的心理辅导跟咨商。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社工有做居家服务。那当然就是受害的这些校友社工也有到家里去就是协助他们，然后呢就是依他们的需求，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社政的服务，包含就是心理咨商，还有一些社会救济跟社会救助。